以下節目部分鏡頭可能引起不安，敬請留意。好多人都誤解咧，以為大麻係冇害嘅。其實呢個醫學上係唔成立嘅。大麻咧可以令我哋嘅眼睛充血啦，甚至造成角膜炎嘅。另外咧就佢會破壞我哋嘅免疫系統咧，令到我哋對好多嘅疾病咧個抵抗力都減少。例如呼吸道嘅病啊、氣管炎啊、肺炎啊，甚至係肺癆、肺癌咧嘅機會都係比常人咧大10倍以上嘅。最後咧就係大麻咧會影響我哋嘅大腦啦、神經啦，會影響我哋嘅情緒失控啦，甚至係會嚴重嘅咧係有幻覺啊，甚至係思覺失調添嘅。可間咧其實係一個幾可怕嘅毒品嚟嘅，每一次你用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冒緊生命危險嘅喎。因為咧可間會令到我哋嘅血壓上升啦、心跳加速啦，有機會咧喺即時咧就有心臟病發或者係爆血管、中風變成植物人，甚至係死亡嘅危險嘅。另外咧，可間咧都會有啲比較恐怖嘅後遺症嘅，譬如話有啲人咧會感覺到皮膚下面咧係有啲蟲蟻喺度躝，非常之難受。咁佢哋咧甚至會用刀咧將啲皮膚解開咧，想將啲蟲捉出嚟咧，或者係止痕嘅。咁但係當然冇用啦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幻覺嚟嘅。大家唔好以為咳藥水係醫生處方嘅藥咧就冇害嘅。當你飲到幾支一日嘅時候咧，其實嗰個破壞性可以好強嘅。由於咳藥水含糖分啦，其實佢可以造成蛀牙啦，甚至係肥胖或者其他嘅身體嘅內科問題。至於大腦方面咧，其實咳藥水咧都會造成好嚴重嘅破壞嘅，因為咳藥水咧含麻黃素，咁佢咧就會擾亂我哋嘅神經介質嘅傳導，可以導致我哋思想混亂啊、疑神疑鬼啊，甚至咧係會有暴力或者自殺傾向。咁當我第一次嘗試毒品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啲毒品咧俾一種好舒服嘅感覺。但當我食耐咗咧，我會變咗好依賴毒品。再加上咧我身邊嘅朋友咧，佢哋係不斷會嘗試唔同其他類型嘅藥物。咁再加上自己對於藥物咧有一種好奇嘅心，咁就同佢哋一齊去嘗試，導致自己咧亦會係越食越多一啲唔同類型嘅藥物咯。當我接觸咗咁多種藥物之後咧，我發覺呢啲藥物咧對自己身體咧造成咗好多傷害，尤其是係自己嘅腦部啦。因為自己以前咧記憶力咧係唔差嘅，但係對比翻今日，我睇翻自己嘅記憶力咧係同以前差咗好多，好多嘢都已經唔記得咗。如果想知道多啲有關藥物嘅資訊，歡迎嚟到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參觀。